庆余年第2季中，毛晓彤饰演的北齐大公主戏份不少。这个人物虽然搞笑无厘头，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你知道她的结局如何了吗？最后真的嫁给大皇子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第2季的故事中，北齐和南庆和亲的事情也成为了一大主线剧情，并且北齐大公主和南庆的大皇子两人跟范闲之间都有着很深的关系。而这位北齐大公主在原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和亲的事情外，范闲还通过大公主的香囊得知了北齐中的皇帝战斗斗是一个女人，从而开始了自己之后的一些计划。可以说没有这位大公主的话，范闲跟战斗斗之间最后一层窗户纸也很难捅破。在北齐大公主前往南庆的时候，原著中是范闲正好从北齐返回，所以顺便护送这位公主到达南庆，并且路上也出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在范闲将公主护送到京城外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奉诏回京的大皇子的军队。和亲的事情范闲自然是知道，这位大皇子奉诏回到京都中，也就是为了和亲的事情。当时大皇子的军队跟和亲的车队都在争抢那唯一的一条道路，范闲更是成为了争抢道路的第一人，还美其名曰这是大皇子和公主争夺婚后生活里的话语权。这也是大公主跟大皇子之间的第一次相遇。而在大皇子回到京都后，庆帝便直接解散了他的军队，让大皇子没有了任何的依靠力量，为的就是让他安稳跟公主结婚。之后庆帝还不断的给太子和二皇子施压，导致了这俩人开始跟大皇子作对，最终大皇子也选择跟范闲结成了同盟。当然这些也都是后话了。在公主到达南庆京都不久之后，便和大皇子举行了两人的婚礼。两人成婚后，公主也就一直留在府中安稳度日，跟大皇子之间也过着很和平的夫妻生活。庆余年第2季中，北齐与南庆联姻，作为牺牲品的大公主被送往了南庆，范闲担当使臣，第2次去往北齐。那么你知道北齐大公主的结局如何吗？其实在当时大皇子和大公主见的第一次面，结局并不是很愉快。范闲跟大皇子抢道的时候，大皇子是根本没将范闲放在眼中，甚至明知道范闲马车上有北齐公主，也同样没有将公主放在眼里。当时这位公主也对着大皇子说了一番话：本宫柔弱女子，一路南下远来，莫非大殿下定要我在城外多待几天？一句话也直接表达出了对这位大皇子的不满。不过大皇子明知如此，却依旧没有让路，因为他本就是一直在边境驻扎，对于情爱的事情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也知道这个和自己结婚的北齐大公主只不过是自己父皇为了应付北齐强塞给自己的，不然为何不将她嫁给太子和二皇子？所以大皇子一直没将大公主放在心上，甚至也谈不上喜欢。不过庆帝的皇命是不可违的，大皇子即便是再不喜欢这位公主，也只能将其迎娶回家，因为一旦大皇子忤逆了庆帝，等待他的可就不仅仅是冷落和镇守边境这么简单了，甚至有可能直接掉脑袋，只是娶个媳妇而已。大皇子也知道自己不能将命给搭上，所以两国和亲是必然会成功的。但在第1季的故事中，范闲回到南庆的时候，大公主却还并未出面，也就是说范闲可能还要回到北齐一趟才行。至于这中间如何的增加情节，也全看编剧如何的去更改了。范闲在假死之后应该是不会立刻回到南庆的，很可能会先选择回到北齐中继续做一些尚未完成的事，然后再公开自己没有死的事情，再次明面的踏上回归南庆的道路。这样一来还是相对合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范闲先回去，等假死的事情曝光后，庆帝再度安排他前往北齐作为迎亲使者，也有可能的。剧版跟原著之间的故事情节可谓是有着很多的不同。第1季中的情节就更改了众多，第2季是延续了第1季的故事，编剧和原著作者之间本身就有着不小的差距，所以两个故事不一样也是情有可原。第2季很可能会继续给林婉儿加戏，同样北齐大公主的戏份也会更多，强化这些角色便是剧版的一大特点了。但还是希望编剧能够在角色加戏后处理好这些角色跟主线之间的关系。单是第1季中林婉儿的无脑加戏，就让不少的观众吐槽了很久。毕竟林婉儿即便是范闲的妻子，在原著中的作用也并不大，无脑加戏只会引来大家的反感。如果不能让林婉儿在主线或者一些支线故事上发挥作用，加戏也就成为了最大的问题所在。所以第2季中要给这位北齐大公主加戏也完全可以，只要让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发挥出来就好，起码跟范闲之间要产生重要的关联性。只是透露出战斗斗是个女人，明显还不太够啊。而大公主的结局也很完美，在大皇子战队范闲后，便带着大公主前去了东夷城中居住。即便是范闲跟庆帝翻脸的时候，也没有威胁到大皇子和大公主，两人就在东夷城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大公主属于安稳过日子的人，跟大皇子之间也从未出现过任何的矛盾，两人之间的生活可谓是非常的幸福了。好了，关于庆余年第2季北齐大公主的介绍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